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吟诗，信诗第110首。阿罗因根尊贵，以及权势。咱昨对以西结书的第9章，看见上帝派出6个遮的使者来毁灭耶路撒冷，一个用木甲笔做记号，只要为着耶路撒冷的罪恶来提靠来悲伤的人，伊就得到主的拯救。总是伫耶路撒冷罪恶的中间，继续争论的人，就受到另外5个上主的使者的毁灭。这个异象，互以西结非常的惊吓。总是上帝讲，毋是上帝击杀因，是遮的以色列的百姓，耶路撒冷的人民击杀上帝。今日咱要继续来看第10章。第10章是讲到上帝对耶路撒冷用火的刑罚，要降灾祸踮伫耶路撒冷城。咱做伙来读第10章。第1节，我观看见伫天塞基路伯头壳顶的穹窗顶面，有一个形状亲像用拿宝石做的宝座，
上帝对穿幼麻布的衫迄个人讲：你入去，对基路伯下面的链仔的中央，摕得刀的火炭出来，捧伫双手，也伫全耶路撒冷城。我看伊入去，即个穿幼麻布的衫的人，有可能就是第9章第20，即个穿幼麻布，然后下即个文书伫用的即个笔甲墨的即个书架。总是即个书架救人，但是即个书架伊需要用火炭，即个火炭是要来降灾祸伫全耶路撒冷城。第30，伊入去的时，基路伯徛伫圣殿的南边，有云彩充满来行。上主的阴光升悬离开基路伯，停伫圣殿的入口，有云彩充满圣殿。上主的阴光发出的光辉充满规个城，基路伯的舌发出的声，亲像全能上帝在讲话的声，伫外城嘛听会到。等先知以西结经过6年，经过1年外，第2摆看见上帝异象的时，佮看到甲1年外以前伫加巴勒河边所看的基路伯的异象是相像的。这个异象是上帝阴光要来离开。上帝阴光本来是踮伫圣殿，对第8章第30，咱看见上帝阴光伫圣殿的中间，但是煞伫上帝阴光的边仔采遮的偶像的生命。第9章，上帝阴光就来到伫圣殿的门槛，到伫即个门骹口。然后今日第10章，咱看见上帝阴光要继续来离开即个圣殿。伫第30到第50，即个基路伯，人已经伫第1章有看见，这个形容甲第1章的基路伯是共款的。这个基路伯的舌的声非常的险，那亲像全能的上帝在讲话的声。这个全能的上帝就是 El Shaddai， 就是创世纪17章第1节，创世纪28章、35章、43章、48章，拢讲到上帝的名是全能的上帝。全能的上帝用伊的声通过基路伯来带出上帝的权能。咱继续看第6节，上主吩咐穿幼麻布的衫迄个人，对基路伯下面链仔的中摕火。伊就入去，徛伫一个链仔的边仔，其中一个基路伯伸手对基路伯中摕一寡火，下伫穿幼麻布的衫迄个人的手中。迄个人摕着就出去，迄个基路伯的尸骨下面有手，看起来亲像人的手。咱的上帝，伊就是热的火。咱的上帝用基路伯派出来，伸手的链仔中间摕即个火炭。即个火炭是代表上帝要降灾祸，上帝要来火烧耶路撒冷城。咱伫读列王记下卷25章第80到第90，就咱看到当巴比伦王的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，就是放火来烧掉耶路撒冷。所以先知以西结这个时阵伫耶路撒冷受毁灭，要差不多要有5年外的时间。总是这个异象已经真清楚伫通过先知以西结的异象中间来看到。而这上帝的这个穿幼麻布，也是上帝的使者，伊用火来降灾祸，要来消灭这无对上帝无有忠心的这个子民。第9节，我看见这个基路伯的边仔有4个链仔，每一个基路伯边仔拢有一个链仔，链仔亲像宝石发光，4个链仔的外形拢共款。每一个链仔亲像内面各有一个链仔，这4个链仔叮当的时，拢会当对踏平直行，毋免转弯。因倒一个方向行，拢毋免转弯。基路伯规身躯，连加接手、舌，甚至每一个链仔四周围
拢是目睭。这个囡仔照我听见的叫做得等的囡仔。对第9节到17节这段的记载，其实甲咱头第1章的15节到21节，对以西结拄开始时阵所看到的异象是非常的相像。较大的无共款的，就是这个目睭。第1章的这个4个外面的链仔是生伫这个眼睛的周围，拢是目睭。但是到第10章，这个以西结佮看这个异象记录别的规身躯，连伊的手摕火炭的手，佮有这个舌，佮有这个链仔的眼睛的周围，即时啊，这个目睭佮较侪，炭佮较侪。先知以西结会当讲是规本圣经内面头一个会当上界接近，嘛当上界清楚来形容这个基督别的一个人。所以这个人主也是读以西结书会当看见对这个基督别的描写，甲这个伊的这个形容会当讲是上清楚。伫第1章有一解真清楚的描述，到第10章佫有一摆真清楚的描述，甚至有这个声，嘛有这个影，嘛有这个形容的这个外形，拢甲表达出来。咱继续看14节，每一个基督别拢有4款面，第1个是牛的面，第2个是人的面，第3个是狮的面，第4个是鹰的面。基督别飞上悬，这个是我伫加巴洛河边看见的画面。基督别行的时，恁仔嘛伫边仔的，嘛伫边仔的行，伫边仔行，因体开实飞悬离开对面，恁仔嘛无等息离开因身边。基督别停地，恁仔嘛停地。基督别对对面升悬，恁仔嘛做伙升悬。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恁仔，所以这个形容甲第1章15节到21节是非常的共款甲相像，甚至讲到伊有4个面，有牛、有人、有狮、有鹰，这拢是伫第1章时阵，咱已经拢有来介绍过，嘛有来看到，甚至基督别甲这个囡仔同时同方向。无等式，无受限制，会当来去自如啊！咱继续来看这个18节，上主的阴根离开圣殿的入口，停伫基督别的顶面。我看见基督别体式飞悬，离开地面，恁仔嘛伫因身边。因停伫圣殿东门的入口，以色列上帝阴根伫因顶面。总是头前看的异象拢共款，但是即届非常的无共款。非常的无共款，就是这个基督别毋是只有带火炭来毁灭耶路撒冷，基督别嘛要来将上帝阴根要甲伊再造。这个伊所在就是上帝阴根，上帝宝座顶伊的荣耀。所以上帝阴根离开对圣殿内面，会当讲对约柜的借圣所，来到圣所，来到圣所外面的这个门口。所以这个上帝阴根对第8章、第9章、第10章渐渐刷，对内面刷到入口，对入口即马刷到伫门边，门边即马刷到伫圣殿的外口东门的所在。东边就是向日头的所在，总是这个圣殿已经会当讲去互遮的长老也好，祭司也好，君王也好，遮的人民也好，已经来亵渎上帝，已经来败坏，因伫遮来拜外神、拜太阳、拜日头，总是就是无来拜上帝。直到上帝阴根，上帝毋是见笑来离开，是上帝伫阴根的中间来离开。但是上帝的心非常的伤悲，非常的切心。但是咱嘛看见上帝毋是变面，上帝是一点一点一集安尼来刷，所以嘛，互咱感受到上帝真正是对这个所在是真真注意，
但是这个人却对上帝无肯伫心肝底。最后20节到22节，这个是我伫加巴勒河边所看见，伫以色列上帝下面的画面。我知因是基路伯，每一个基路伯有4款面，4支舌，舌下面有手，看起来亲像人的手。因的面的模样，就是因的形状甲款式，甲我伫加巴勒河边看见的面同款。每一个基路伯拢会当对逐边直行。所以先知以西结伫即个所在，搁一摆来颠打，但是伊毋是讲伊颠打，伊是第二摆清清楚楚来看见。唯一袂无共款，就是上即个基路伯的目睭愈来愈多，看了愈来目睭愈金，嘛看了愈明啊。今日即段圣经，我要来跟第10章18节做咱的根据。上主的英根离开圣殿的入口，天地基路伯的顶面，上帝要来离开啊！上帝要来离开，毋是去互人赶出去，是上帝真无愿意安尼做，但是伊必须爱安尼做，因为当伊离开，伊才会当互即个所在彻底来毁坏。等上帝离开，即个所在受破坏、受毁坏、受假释以后，上帝才会当互这人民的心真正回转。悔改会当登到上帝的面前，所以这是不得已的。但是咱会当知影对这个受掠倒转来，因搁一摆重新来起造圣殿的事，上帝应该嘛搁一摆重新来充满踮伫这个所在，亲像所罗门将圣殿起好的同款。今日这段圣经，互我的感受就是上帝应该会当踮伫遮，其实是经历大笔甲所罗门爸仔囝2代的陪伴甲努力。上帝本来无要起人爱人的手来为伊起圣殿，但是是因为大笔的心意甲所罗门的智慧，上帝才愿意互伊的英根充满伫人的手所起造的圣殿内面。但是经过300多年，大约370年了后，人对上帝是非常的无礼貌，非常的背逆，非常的亵渎。直到上帝应该要退出伫这个圣殿，表示这个圣殿已经无值得上帝来留恋。希望上帝欢喜大笔的心意，欢喜所罗门早时对上帝的顺服甲忠心，总是人一届一届的背逆，到300-400年了后，这个所在才会人民完全的毁坏，完全的对上帝的不忠，直到上帝应该离开。但是咱看见上帝应验，抑搁伫圣殿的门口，伫东边的东门，伫遐咧听候，伫遮咧等待。今仔日咱通过今日的圣经，咱会当来思想诗篇63篇第1节到第3节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切切找求你。伫大所空陷的无水的所在，我的心恋慕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伫圣殿圣所要来仰望你，要来见你的能力，要甲看见你的荣耀。愿这个诗篇会互成做咱一个渴慕的心。咱毋是看到上帝荣耀离开，咱要看的是上帝荣耀伫伊的殿内面不断来显现，互咱当进入伫上帝的应根的内面。今仔日是9月15日，2007年联合国的大会将每一年的9月15定做国际民主日。用意就是要来邀请联合国世界各国会当来促进公众民主的意识，所以今仔日咱就爱来为民主来做一步，做一寡的努力甲祈祷。2008年9月15，美国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，也对迄天开始来引起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啊！安尼已经经过17年久的时间。今日下晡伫长老教会总会的事务所，也要来举行新任的干事团的就任的感恩礼拜。咱也为着这总会这干事团
每一位干事会当做上帝忠心的奴仆来为因来祈祷。今日的祈祷是咱要求上帝使用咱为伊来备办道路，互咱会当亲像行洗礼的约翰来宣扬天国君业的这个福音。爱人的心会当来备办，来悔改转耶稣，互咱会当欢迎迄个荣耀的君王入来。亲像诗篇24篇第9节、第10节所讲的，城门啊，着拍开，永远的门啊，着大开，荣耀的君王要入来。这个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？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是荣耀的君王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亲爱主上帝，阮要向你来献上阮的感恩。当阮会当看见上主你的荣耀的时，代表主你的荣耀就伫你的圣殿，伫你的教会，伫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祈祷，就主踮伫阮的中间。两三个人奉主耶稣的名来组织，主你就要来听探因的祈祷。主啊，互阮开阮的目睭，会当看见你的荣耀甲荣光，伫每一天、每一日、每一个所在，愿主你的荣光向敬畏你的人来显明甲显现，也互阮会当伫你的殿、伫你的院来看见你的荣光甲荣耀，互阮会当来赢过这个世间一切的黑暗，互阮会当永永远远踮伫耶和华的厝。阮在咧恳求祈祷感恩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诗，那路得直直行。愿上主赐福你，保护你；愿上主的面的光照你，施恩予你；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